有一个任务要给大家，就是我要找5个人为他说耶稣爱你，你的脚本都看过，走哦，耶稣爱你。大家都要完成这个任务哦。
的源头，是我们盼望与喜乐的来源。主啊，我们再次的寻求你，即使我们是如此的渺小，但你从不看轻我们，你看我们为宝贝，你关心我们的需要，了解我们内心的感受。主啊，再次的献上感谢，求你亲自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在各样事上学习用你的爱来爱人，用你的良善来对人。主啊，在我们软弱的时候，你的大能来，使我们得以刚强；在我们服侍的时候，你的恩典来，将我们寻回。主啊，孩子们再次献上感谢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
我们每一个人，总是用满满的恩典与爱在我们的身上。你爱我们，即使我们走偏，你还是拉着我们向前走。主啊，你的前面是有你的带领。主，我们再次献上感谢。